5日節連假全台灣攏是好天，大概33至36度。交通方面，明仔載下晡開始，就北的方向車隊較濟。美國甲伊朗簽諒解備忘錄，航母族海峽恢復通行。不過雙方要佇咧瑞士談判60天，頭一天就發停。大概世界盃攏會有一寡趣味的動物儀式，今年有狗仔、象甲、山魚，因攏對家己的國家真有信心。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世界通》，我是蘇眉，邀請大家踮台灣看世界，用台語了解國際大。節目頭起先來看這5日節連假的頭一天，各地天氣攏真熱。氣象署是表示講，未來一禮拜攏是好天，大概是33至36度。因若是交通方面，高速公路是對載汽車都已經真濟啊。算到下晡3點，雪山磅坎落南的通過量是有29000外，去宜蘭佚佗的人有增加。因若是明仔載這下晡開始，就北方向車隊較濟。國道5號蘇澳交流道蘇花街這重要路段，早起就有交通疏導了。因為5日節連假頭一天，袂少人要回鄉也是出來佚佗。高公局有估，連假頭一天國道全線交通量大約是118萬車公里。也來到下晡3點為止，國五南下雪山磅坎通過量有29000外台次，比去年5日節同期增加7%。有估20，也就是5日節連假第二天，國道5號可能出現上北的車流。明天是端午節的第2天。早上會是以南向的車潮為主，到了下午則是會開始出現北返的車流。以國五南下南港系統到頭城路段而言，在早上的6點到下午的3點間，會有車多擁塞的狀況。在天氣方面，氣象署講，受到太平洋高壓增強加西南風沉降影響，未來一禮拜各地天氣好天穩定，高溫大約33到36度。尤其桃園以北、中南部瓦群山區內陸、花東縱谷甲大東，有機會出現局部高溫超過36度。天氣民眾愛注意日頭晒、加啉水。普遍各地的高溫都來到33到36度左右哦。那尤其在局部的地區，可能會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溫的情況。原來位於關島附近海邊的熱帶擾動已經增強為熱帶性低氣壓，上近20生成為今年第7號的風颱米克拉。上星有報顯示，風颱會繼續對台灣方向，也就是西北西來，也毋過會佇菲律賓東方海面來西北。預計一禮拜可能轉做中度風颱，伊有離台灣也有2000外公里。氣象署會繼續觀察伊的發展，抑閣行的路線。記者綜合報道。昨過到台北落大雨，新北新店是有一搭社區外口山壁大片放落來，大概是有20公尺長、30公尺深。有幾兩台汽車、烏多擺是對落厝落山坎，重機具已經佇咧現場採鋼骨填咧，預計3天來完成。因那另外一搭家人的通明街是有一堆土石灌入徛家，撼到車庫的車，加在無人着傷。山坪土石松軟向陽開始震動，煞放落來，車嘛當街落落去。新北市新店新埔一家10發生土石流。雨下很大，就是它含水量一多的話，它就是整個突然一瞬間就崩下去了。我現在才要搬，但是昨天晚上才看到新聞，我有一點緊張。崩塌的面積不加大，20公尺長、30公尺深，4台機車差不多好抬起，一台車掉佇山壁。看這個崩塌的所在，就佇家己厝的社區外，住戶難免的緊張，通行完有影響。下去那個市區的話，後面還有長春路啦，當然是一定會比較不方便一些。你要往台北這邊是最方便的，碰大都沒有辦法。現在不能下山，然後從後面好吧。崩落來大面積的土石衝落去下骹車路，警方關切出入，因為這個事故專家判斷降雨後強降雨有關係，尤其現場土質鬆軟，驚個落大雨，災害會擴大。水溝本身可能有些滲漏的現象，那加上近日的豪大雨呢，產生一個瞬間的崩滑，極有可能這個道路以及下邊坡的是屬於回填土，邊坡已經帆布先遮蓋起來，然後也裝設這個。傾斜椅啊，就是說，如果有影響，那個每10分鐘，就是這個建築物有沒有位移都會知道。社區建物經過評估，雖然暫時無危險，不過市府相關單位也是加緊搶修同步加裝監測儀器，提高戒備，一連3天完成鐵殼架設凍開條。
船啊頭石放落來，降歹厝內汽車，家人的通面街19節起嘛傳出土石崩塌的事故。面街後壁的山坪向規大片崩落來，加一土石灌入去厝內，好在再無人受傷。阻擋到道路通行的樹木，還有一些落石先移除。還好的是，這個崩塌地方因為這個目前沒有住人，所以沒有人員的傷亡。好親像連續幾天落大雨，這個因素地區發生災情，目前已經成最好安全的維護，因為土地有牽涉到中央，所以後續會閣做伙來搶修。記者綜合報道。美國甲伊朗簽諒解備忘錄，荷姆斯海峽恢復通行。不過雙方預計要佇咧瑞士但展開這60天的談判會議，說是頭一天就話停。美國的副總統范斯是表示講，是因為行程的問題延後。因但是伊朗迄邊受媒體報道講，伊朗不滿這以色列到即陣油源咧攻擊黎巴嫩，所以講也延後派出代表團。美國總統川普17簽署美國甲伊朗的14點備忘錄，伊朗總統裴澤斯基安也用所謂的方式來完成簽署。華府18證實已經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鎖。也若根據船標對上網站的資料顯示，荷姆茲海峽已經有油輪駛過啊。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18發表聲明，講會受理商船駛過荷姆茲海峽的申請，也講通過申請的這個商船會有60天免收通行費的這個台步。به موجب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به مدت 60 روز هیچ گونه هزینه‌ای از متقاضیان اخذ نخواهد شد و این هزینه‌ها توسط دولت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這項協議和兩國緊張關係暫時例外，也毋過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18發表聲明，講家己甲華府的立場無共款，也毋過因為對總統甲國家安全委員會捍衛伊朗權利的信任，伊尾也才來批准這項諒解備忘錄。美國甲伊朗原定19佇瑞士的伯根斯托克舉行伊朗核子計劃技術談判，根據協議內容，美國甲伊朗會有60天的時間來進行協商。也毋過上新的消息指出，這場談判已經話停啊。代表美方出席的美國副總統范斯講，理由是行程甲物流的安排出現問題。也毋過英國衛報報道，范斯的特勤人員佇到空軍基地準備起飛進前，行程向互取消。也若親真主黨的阿拉伯媒體馬雅丁電視台是講，伊朗不滿以色列佇停火了後，繼續佇黎巴嫩用兵，所以講因遲派遣代表團。外界懷疑川普政府是毋是對伊朗讓步來放棄盟友。對此，范斯擱再講到，美國對以色列的安全承諾絕對袂改變，不過也呼籲以色列必須愛有站節。He does not withdraw from Israel. No one could withdraw from another country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Israel has the right to defend itself, but fundamentally, the Israelis,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have to respect this peace process that is fundamentally good for them and good for the entire region. 美國甲伊朗協議雖然看到和平的機會，也毋過瑞士談判佇開局頭一天就因為以色列佇黎巴嫩的軍事行動被迫來話停，為期60天的談判考驗才要開始啊！爾，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英格蘭西北部的梅克菲尼迪18國會議員補選，選舉結果是由現任的大曼徹斯特的市長、工黨的資深大人物碧蘭勝選。一個去予伊的支持者號做北方之王的碧蘭，是目前民調顯示講工黨內底上界受歡迎的人物。對這現主時聲勢當擺首相史凱尼威脅是真大。英格蘭西北部梅克菲爾德補選結果出來，現任大曼徹斯特市長伯南以超過60成得票率選贏，成功重回國會。這場選舉唔但走掉工黨票倉，嘛互人當作是伯南挑戰首相斯凱爾重要起點。Everyone knows that politics isn't working. Everyone can feel that the country isn't where it should be. Tonight just could, be the turning point. 現年56歲的伯南是工黨重量級人物，捌擔任國會議員16年，過3屆當選大曼徹斯特市長。因為長期替英格爾北部出聲，予支持者叫做北方之王。民調顯示，伊目前是工黨內上受歡迎的政治人物，嘛互人當作上有可能挑戰斯凱爾的接班人選。伯南重回國會了後，若會當得到81個工黨國會議員支持，就會當正式啟動黨主席的選舉程序。But I do say to my own party,
This is a final chance to change. 斯凯尔2年前早帶工黨大贏上台，不過執政了後爭議不斷，為政策大轉彎，人事任命風波到真濟個縣市職，攏影響到伊的名聲。連個月工黨佇連選舉慘敗了後，黨內逼提聲音更加大，差不多1/4的工黨議員公開要求伊落台，包括國防甲衛生部門真濟的官員也陸續離開政治團隊。一直拒絕落台的斯凱爾講家己有完整5年的執政授權，若是黨內發動挑戰，伊原來親身參選來迎戰。公視新聞陳秋梅編譯。古巴18是推動自1959年共產革命以來上界大的經濟轉型，國會是通過買200項自由市場的改革法案，允准私人房地產開發開放外資甲私人銀行進駐。這變動會這麼大，主要就是因為美國甲因制裁，因的政府就要想盡辦法挽救經濟。古巴全國人民權力大會頂頭，議員招拍撲啊通過歷史性的法案，包括176項經濟改革的方案，得到共產黨中央也有95歲前領導人勞爾卡斯楚的支持。這則是古巴自1959年革命以來上深刻的市場化轉型。de abrir aún más la economía con prioridad para los cubanos residentes o no en el país. 古巴會去用強迫行這條，去用看作是極端的自由市場之路，是因為內外攏學生活的生存危機。因為美國禁止燃料運送，古巴爆發30多點鐘傷害性的大停電，糧食、藥啊攏欠缺。聯合國官員甚至閣警告，已經有囡仔因為欠藥啊來死亡。為了省油，在地火車嘛為一禮拜3班，減到16天1班。Para regresar a ver la familia, dicen ellos que es en caso de apuro, de muerte, de no sé qué cosa, pero no va a haber más tren por ahora hasta que no sea, ¿cómo se llama? Con la nueva ley esa que ellos pusieron ahora. 百姓的生活是足艱苦，別甲古巴政府展開真大改革方案，核心的內容包括頭一擺開放私有房地產的開發，豆豆甲國營的企業擁有股份的制度，允准私人經營的銀行入來，而且取消私人的企業上濟敢若會當請100個人的限制。雖望哈瓦那政府講這是一項自主變法，不過佇咧美國的眼中，恐驚這敢若是和資本主義徛同邊的選擇。Fundamentally in Cuba, it is a system that hasn't worked. They can't make any money. Their economy is frankly probably in worse shape than the Iranian economy. 美國雖望潑冷水，不過副總統范斯嘛講，兩國嘅關係無排除有改善嘅空間。也若古巴決定把市場嘅大門拋開，敢會當真正省到資金，挽救經濟，答案還閣要交互時間來驗證。公視新聞4派選編譯。來看世界盃腳球賽 ，A 組的地主隊墨西哥對戰南韓，雙方頂半場攏無入球。比賽到第50分鐘，這南韓勝5，墨西哥踢入1球。落尾這墨西哥是1-0踢贏南韓，墨西哥連續贏2場，將做這屆頭一隊晉級32強的。也若是 B 組的加拿大是6-0踢贏卡達，這場勝利是加拿大有史以來頭一屆佇咧世界盃贏球。大屆世界盃攏有一寡趣味的動物儀式，今年是有狗仔、象，也閣有鯊魚。今仔日飯店過3點要踢的美國對澳洲，頭一戰因兩隊是攏踢贏，所以講這戰啥物人贏，就會當大勝晉級。也若是明仔早起8點半，巴西對戰海地，巴西球星勒馬尼是確定因為傷勢袂落踢。也若6月2日早起4點，德國對戰長加海岸，比賽進前風聲長加海岸的前鋒因為牽涉差度袂當入境加拿大，後來是順利入境啊，明仔這6月2日的時陣，就有機會會當對戰德國。講轉來，這動物預測，這3場比賽的動物是攏對因家己的國家真有信心，認為講是美國、巴西甲德國會贏。因為古裝劇真時行，所以講真濟遊客若是去中國，也會穿古裝來翕相。對這服裝、偽裝、造型到攝影，是形成一條真有經濟價值的產業鏈。無論是翕落的熱天，也是落大雪的寒人，便若到假日的紫禁城，攏親像安尼，遊客是一大堆。目睭一個看去，人群內面有袂少人穿古裝的衫，有的是摕手機啊家己翕，有的是由專門的攝影師陪咧家翕。一方面留下到遮佚佗的紀念，
迅速想象家己是佇咧某一個歷史畫面，也是宮廷鬥爭的劇情當中某一個角色。可能是因為古裝劇看多了吧，像什麼《甄嬛傳》啊、《延禧攻略》，我覺得這些都是可能是有受電視劇的影響吧。民國進前以北京食做首都的年代，主要就是明朝甲清朝，所以北京當地這款各種旅遊的行程，服裝方面就以明清兩代為主。前段時間是格格比較火，但穿的很多了，其實街上都是格格服。但是我想特別一點，我就穿明字的。現在明字比較多了，但大家現在又有點想穿那小唐風了。小唐風是比較涼快一點嘛，可能夏天那小唐風的比較多一點。當然，興這波潮流的唔那北京，捌是各個租界所在地的上海，以十里洋場的風情，加上復古的西裝，也是民國初年的旗袍，吸引袂少外國遊客。嘛捌是古都的西安洛陽，佇建築風格、時代背景甲服裝的方面，嘛攏雖然有伊的特色。我們去到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去到一個文化圈，我們想要去嘗試他們的，或者了解他們的這麼一個文化，那最基礎的，那一種是飲食，第二種就是服裝。美聯社報道指出，像陳小姐安尼的化妝師，當着旅遊的大月，逐工對透早6點就愛開工，一工愛服務超過20個客戶。若是干那化妝，每一個客戶所需要的時間是50分。若是閣加上洗頭的設計，就愛開1點半鐘。當然，化妝甲造型只是規個產業鏈的一個小部分，包括做服裝甲專業染髮師的對協，依照服務內容計算計數，平均就愛代票1400塊，較貴的就愛超過4000到5000。如果若閣加上較高級的餐廳，由同款請高中的服務員烹菜甲服務，這開銷就愛閣較懸咯。公視新聞徐佳仁編譯。意大利阿媽飛海岸去互人合作人間仙境，不過因為遊客是已經傷過濟啊，去影響到當地人的生活，而且這多數遊客攏是來翕相，翕翕就離開啊，這帶動經濟效果真有限。佇咧意大利阿馬菲海岸，瓦山靠海，濕地真濟，袂輸是電影的場景。不過加入去巷仔內，迎接遊客卻是另外一個景象。下個樓梯甲巷仔，觀光客是可。以瑞德之城出名的波西塔諾，居民敢若4000人。大過時陣，一天上懸有25000個遊客。因為人潮傷濟，在地閣會設立英語、意大利語的雙語標示，要求行人往正邊行。Il problema del sovraffollamento appositato in quel determinato momento si crea proprio perché si sta cercando di incentivare tanto il turismo mordi e fuggi e questa è una cosa che non deve succedere. 阿馬菲海岸，互人列做是國際旅客人生一定愛去的清單。不過，即馬愈來愈濟人，敢若是坐船去哩岸頂翕相，轉卡爾，就速速離開啊。Una visita alla via centrale di Positano, un affaccio a Piazza Duomo ad Amalfi. Si va via attraverso la strada per Ravello ed è finito il tour della Costa d'Amalfi. A quelle persone paradossalmente non è stata venduta la costiera, è stata venduta la strada. 在地業者就指出，雖望遊客是甜，不過無一定會開錢。Logica del selfie, della ricerca di una bella immagine da postare sui propri social e questo poi porta a tanti movimento escursionistico, ma poco poi effettivamente che resta sul territorio. 觀光雖然當互錢賺飽飽，不過嘛互生活空間真濟壓力，市府就真煩惱，遊客若是傷濟，會互居民足受氣。C'è una compressione fisica dovuta più che altro al fatto che la morfologia di un luogo così particolare come anche tutti gli altri centri della costiera amalfitana chiaramente vede spazi ridotti, per cui un gran numero di persone, spazi ridotti. 更加互地方政府頭殼痛的是大型的郵輪，逐工攏有真濟來一個就離開的旅客。Queste crociere si decidono con 2 anni di anticipo a Miami e su quei tavoli non siedono i rappresentanti istituzionali del territorio. Cioè 面對這個觀光的問題，阿馬菲海岸當咧推出更較慢、更較深度的旅遊模式，希望會當甲人潮飛去小月，也是附近的山城。嘛，互更較濟觀光的收集，真正留佇咧地方。不只個，當社群媒體、郵輪觀光更較文化，會當互遮愈來愈搶，愈來愈濟人。毋過，嘛會互這款壓力底甲袂喘氣，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公視新聞林義主編譯。法國巴黎塞納河過去污染是真嚴重，但整治成功20年啊，水內底魚仔也加真濟，這就成真濟少年人來遮釣魚仔。
這就讓這附近釣具行業者生意加真好。住佇咧巴黎郊區的德洛姆，一早起來舉一支釣竿，就去聖馬丁運河的河邊準備要釣魚。像這種情形，佇真儕國家攏捌看到。不過德洛姆伊並無一直停佇咧固定的地點，是四過行、四過看，經一個較介意的所在才開始釣。Ce qui va être essentiel, ça va être la mobilité, du coup de pouvoir bouger, de pouvoir changer de spot, vraiment de découvrir aussi des nouveaux endroits. 聖馬丁運河佇咧塞納坡北邊的正花，自巴士底廣場一直流到維萊特科學城，連接塞納坡的主樓，抑個烏爾克運河，是巴黎市民正介意去的戶外活動所在，也是塞納坡整治成功20幾年來，城市釣客介意去釣魚的所在。這馬社群平台正流行，來這釣魚的也有真濟少年人，像這位佇咧釣魚的師傅，才15歲。因真愛甲因釣起來魚翕做相片，或者是翕做影片，放去你 IG 這種平台等互朋友看。Mais maintenant, les gens ils veulent se reconnecter un peu avec la nature par moment, et ça les sort un petit peu de leur bulle qui est avec le téléphone. 巴黎城市釣魚另外一個特色就是釣客甲魚釣起來了，袂走轉去厝內食，佇相片、影片攏翕好了，就甲魚放轉去。就算因有安尼生做。動物保護團體對這種休閒文化依然是無贊成。En fait, le fait de pêcher, ça provoque de la souffrance animale. Et même si on relâche les poissons, ils sont blessés, ils ont vécu un stress intense en étant sortis brutalement de leur milieu, c'est-à-dire qu'ils se sont asphyxiés. Et en fait, tout cela, ce n'est pas neutre. 巴黎市政府希望會讓這個愛釣魚的團體，抑個動保團體之間找一個平衡點。第一嘛是也無按算要制定國家嚴格規範。公視新聞徐嘉玲編輯。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統括是蘇眉。咱後禮拜一同一個時間再會。